为了要让民众了解过去因字画板印刷产业伫婚林斗六的谢定南，甲因老爸谢金山留予伊的上万叠胭脂，也有一个印刷工具全部送予分区台，由学校来规划这空间展示，要让民众了解过去因胭脂画板印刷的产业，也希望讲有创新的运用。 甲大型的胭脂机刷开，顶面放超过1万的胭脂，以字面来分类，会当伫短时间内找到每一个字，方便画板的印刷牌子。住伫婚林斗六的谢定南，想起过去因老爸谢金山做印刷产业的光景。只有一面单面的话，这样子排开的话会占太大的空间啊，家里空间没那么大，他自己就想到说，把这个做成。 轨道，然后可以用好几层这样子去排列的话，它省了好几倍的空间。谢定南表示，因老爸谢金山自国校毕业了后，就开始做印刷的工课，去真侪间印刷厂食头路，一直到1984年创办金山印刷所，专门替人印美式红贴仔甲学校手册等等。尾啊，1992年退休，谢金山见证胭脂画板印刷产业的起落。不过旧年伊人过身啊。 最近，谢定南就把这款胭脂白板的工具等等，捐予云林科技大学的文字系。我爸爸那时候就想说，希望这个印刷设备可以让以后的人看得到啦。因为你放在外地，我就说在地就没有这些资产啦，嘿。 就是可以保留下来，把它整理出一些教材出来，然后邀请我们社区的民众，甚至我们也希望说串联北中南，就是相关的活字铅版印刷的这些职人啊，或是工厂哈，就是我们来办一系列的讲座，还有一些推广课程。分科大文字系表示，会好好保存这套印刷的文本，已经伫学校分享到过一电视，未来会以文化研究甲教学活动，连接社区做有形、无形文化资产的活化运用，让民众更加了解过去胭脂画板印刷的历史。记者王伟雄，云林报道。